嗱，今日咧第一堂講命宮，下堂嘅講兄弟姊妹宮，跟住講夫妻宮，係詳解嘅嗰啲係，就教你點睇嚇，點樣係完整睇一個宮位，係啊。咁同埋咧我哋學初班嘅時候咧，所有嘅星咧，全部咧就代入去命宮嘅嚇，個解釋係好多時係咪記唔記得啊？但係去翻係兄弟姊妹宮係點解咧？明唔明啊？去翻夫妻宮係點解咧？或者甚至乎去翻疾厄宮係點解咧？就係要學嘅嘢啦。因為譬如舉例啦，一粒貪狼星，佢喺命宮，佢同喺疾厄宮係完全兩回事嚟㗎嚇，明唔明啊？你唔可以話佢咁啊，就係用命宮嘅解釋。咁啊多數咧，譬如咁樣啦，有些少佢嗰個性質咧會係一樣，但係咧就唔係全部係咁嘅解釋。譬如兄弟姊妹宮已經係啦嚇，譬如七殺喺兄弟姊妹宮嚇，可以代表好少咁解，小兄弟姊妹，明唔明啊？咁變咗咧，每粒星咧個解釋會唔同噶啦嚇，但係個性質嗱，解釋唔同性質唔一樣啊嚇，性質佢係冇變嘅，只不過去咗個宮位，佢嗰個意義唔同咗，點解嚇？嗱咁我哋咧今堂咧就係講係第一堂嚇，中班嘅第一堂。咁啊初班好多同學都係大家係同班啦，好明嘅我初班應該初班好容易真係，初班非常之就係講14正曜話俾大家聽14正曜6粒吉星6粒凶星，係咪好容易啊？四化由甲去到癸嘅四化，係咪就咁多啫？明唔明啊？非常之容易嗱，咁去到中班咧就更上一層樓，係難少少嘅嚇。咁好多同學咧，我見喺中班咧，佢已經係開始咧係發揮到啊，唔使驚啊，係發揮到啊。一去到高班咧，其實佢哋唔使我講添，有啲一睇個盤已經知係大概會去點嘅嚇。咁啊，去到咧，譬如係解盤班啦嚇，我教過係2期嘅解盤班，有啲同學佢哋已經好叻㗎啦，已經話俾我聽咧，一睇個盤咧已經差唔多講到好多嘢㗎啦，同嗰啲朋友咁所以咧其實好容易嗱咁樣咧，我哋咧中班咧就講啲乜嘢咧首先都係講命宮因為命宮係最緊要嗱，命宮咧就係咧嗱，點解會係大家睇下個圖咧，就命主嘅新月同埋新時咧，係決定命宮喺紫微斗數嘅命盤嘅位置記唔記得？好啊，隨便原子筆，亦即係咧地球公轉同埋自轉軌跡交錯嘅焦點，明唔明啊？因為咧，你嗰個命主嗰個新月咧，同埋新時咧，決定個命宮，記唔記得？因為順數、逆數逆數就係命宮，順數就係新宮，記唔記得？大概係咁啦，明唔明啊？唔記得唔緊要，慢慢你真係因為一開個電腦就起盤咧，可能咧真係唔記得㗎嚇。但係如果咧習慣咗唔開個電腦起盤嘅話咧，就會記得。就大概係咁啦，所以其實點解個命宮會係咁揾咧？個意義咧就而家話俾大家聽啦，就係咧因為咧佢咧點樣啦？受地球嘅影響同埋月球嘅影響，明唔明啊？就咁啦。嗱，紫微斗數咧論命嘅基礎咧係注重咧命宮你個命宮點揾出嚟咧？就用你嘅新時啦，同埋你嘅新月嗱，命宮坐落咧喺邊個宮位咧，就決定咗佢嘅一生嘅咁佢一生咧就係點樣咧？佢個禍福呢啲係明嘛？喺個命宮度咧已經係睇到㗎啦。咁當然啦，你睇一個命宮，你仲要睇埋遷移宮睇埋合宮記唔記得咩叫合宮財帛宮、事業宮係咪嗱，咁講啦，人宮起正月啦順數咧至到新時，我而家
refresh 下大家嚇，就提一提大家點攞出嚟嘅命宮係人宮就起正月，順數咧至到新月就起子時，然之後再逆數至到申時就命宮所在。唔明唔緊要嚇，因為你冇起就一定唔明嘅嚇，就咁樣。嗱，新月咧為地球啦，喺環繞太陽公轉軌道上嘅位置，而申時咧就係地球自轉時嘅方位嚇。嗱，呢兩者嘅交錯嘅焦點咧，定出咧每命嘅命宮嘅所在，就好似圖一啦。此舉咧就好似大自然運行嘅定律嚇作依據。但係道家所講嘅道嚇，亦迎合咧係天地人合一嘅意思。嗱，因為佛咧就係我唔識嚇，道咧好講係入世嘅，你呢世點樣嘅，明唔明啊？嚇，你呢世為人咧，你嗰個命係點樣？明唔明啊？係有晒俾你去追尋嘅嚇，亦都係你去追尋嘅嘢嚟嘅。咁可能咧。第二啲宗教未必係嘅，第二啲宗教講來世，可能係，明唔明啊？有啲宗教可能講永生添，但係道咧就係講俾你聽，你要天地人合一嘅，明唔明啊？咁所以點解要學紫微斗數咧？其實咧就係睇你自己嘅軌跡係點，咁啊唔係叫你迷信嚇，全部唔係迷信嘅，真係嚇。因為點解唔係迷信咧？好似例如我講太陰化忌啦，今年嘅黑影啦嚇，已經係中晒嘅嗰啲，你自己可以慢慢睇翻嚇。嗱，跟住嚇，嗱咁點解會咁排列嘅咧？全部咧有晒喺度㗎嚇，有個例子喺度。嗱，個例子咧，大家咧望一望咧。嗱，譬如你揾翻命宮啦，命宮咧就係我啦嚇，我嚟嘅嗰個係。然之後我之後咧因為有你之後咧，先至會有兄弟姊妹嘅出現，明唔明啊？嚇，先至分到你個六親嘅嚇。咁啊當然啦，你咧梗係父母生嘅啦嚇，一定先有父母，係咪？所以咧佢呢個宮位咧就係一個父母宮嚟嘅。所以點解咧？紫微斗數咧係教你咁樣數法嘅，明唔明啊？唔係教你順去咁數嘅，就係咁解嘅。明唔明啊？嗱，呢個父母啦，然之後咧，你個福德宮咧，亦都係咧，亦都可以係先天嘅運數嚇，或者先天你生出嚟嚇各樣嗰個基礎喺度嘅。呢個福德宮，亦都係咧倫理孝道啦嚇，或者你可唔可以享到福啦？全部福德宮度嘅嚇。嗱，跟住咧有你之後有兄弟啦。有你先係會有夫妻嘅關係啦嚇，子女啦，然之後咧財帛啦，同埋咧疾厄啦、遷移啦、交友啦、事業啦、田宅啦，嗱全部咧因為有你先至形成一個命盤嘅嚇。嗱，大家可以睇翻嗰個表啊，嗰個表咧個兄弟姊妹宮咧可以咧係你結交朋友㗎嚇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對宮係一個交友宮，亦都可以叫做勞僕宮㗎嚇。嗱，命盤上咧12個宮位嘅排列咧，環繞命宮而設立嘅，亦都係因為咧一般人嘅一生嘅生活嘅發展嘅過程咧，設計係互相照應㗎嚇。嗱，係息息相關嘅，同你唔會話無啦啦走個兄弟姊妹宮唔關你事，唔會嚇，一定關你事嚇。嗱，命宮嘅三方四正啦，即係命宮咧係論命嘅重心嚟嘅。咁佢三方四正嘅宮位嘅組合咧，就財帛宮啦、遷移宮啦、事業宮啦，所以咧係形成一個整個命盤嘅核心啊！你唔可以咧就係睇命宮嘅啫。舉個例，點解唔可以就係睇命宮啊？大家答唔答到我？因為有時命宮係冇主星嘅，明唔明啊？你要睇對宮嘅，明唔明啊？就算有冇主星咧，你對宮嗰個星咧，因為好似照鏡咁啊嚇，一定係會反映到過嚟嚇。嗱，12宮位嘅排序咧，依啲次序咧就係圖2啦嚇。咁每個命咧都係一樣嘅嚇，一定係逆行嘅嚇。逆行咧由命宮啦、兄弟啦、夫妻啦至到父母。呢啲次序咧，
其實咧反映每一個人一生大致嘅生活嘅過程嘅階段嚇。